一、二、三、四，分开几路灯，你的物件拢无叮当。这是我用来对你的思念。遐尼长的时间，我犹原坚持一个人，所有的困难我家己承担。想着迄一天，心肝头就袂轻松，对你的爱犹原遐尼重，缘分怎样来去人？明明相爱，却总是相闪。你是我相爱迄个人。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推荐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是郭宗佑演唱的《相爱迄个人》。这首歌是民视8点档黄金岁月的片头曲，同时呢，也是郭宗佑第6张个人专辑《相爱迄个人》这个主打歌啊。这个9月1日呢2022年就是今年9月1日迄天在全台发行一个真正新的歌啦来介绍给大家我们首先来看词曲作者，哇，好棒歌而优则写歌词曲的作者是郭宗佑本人这是一首 D 大调4拍子的歌曲，也速度呢是62来，我们来看第一个小节，分开几落冬，你的物件拢无叮当我们来看一下节奏62来，我升了一个 key 来，啦啦啦嗦啦。拉嗦哆瑞瑞瑞咪瑞，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这里停了一下哆？这是一拍的4连音，可是它的第一个音呢，4连音的第一个音它要休息啦啦啦嗦啦，拉嗦哆瑞瑞瑞咪瑞，再来一次，啦啦啦嗦啦，拉嗦哆瑞瑞瑞咪瑞，我要一下所以拖了一点点时间，来，我们用唱的来。分开几落冬，你的物件拢无叮当。分开几落冬，你的物件拢无叮当。咪瑞哆啦哆，哆哆哆瑞咪2 3，咪瑞哆啦哆，哆哆哆瑞咪2 3。这是我用来对你的思念，念是闭口音，念，请记得要闭起来这是我用来对你的思念，发咪瑞瑞咪发瑞咪发有附点，瑞咪发。发咪瑞瑞咪发，遐尼长的时间，遐尼长的时间，发咪瑞咪瑞哆瑞咪，发咪瑞咪瑞哆瑞咪，我游玩也是一样，一拍的4连音的第一个音要休息。发咪瑞咪瑞哆瑞咪，我犹原坚持一个人，我犹原坚持一个人，来遐尼长，遐尼长的时间，我犹原坚持一个人，咪瑞哆咪瑞哆瑞瑞瑞瑞瑞咪2 3 4，来收尾跟前面一样这个4连音的第一个音要休息。咪瑞哆咪瑞哆瑞瑞瑞瑞瑞咪2 3 4，所有的困难
所谓困难，困难，这也是一拍的四连音，但是呢，两个困难，来所谓来，所谓困难，我家己，这个我呢后半拍，难还要延长半拍哦，还要拖长半拍在这里来，所谓困难，我家己承担。这个承担啊，有人读承担，有没有？担呢？郭宗佑先生呢，他这个一唱是扁担的担所以我在这里做了说明，在这里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字要读担来。所谓困难，我家己承担。2、3、4，好，主歌的第一段唱完了，来，我们把主歌的第一段连起来。分开几路东，你的物件拢无振动，这是我用来对你的思念。遐尼长的时间，我犹原坚持一个人，所谓困难，我家己承担。2、3、4，啦啦啦嗦啦，嗦咪瑞瑞瑞哆瑞，再来。啦啦啦嗦啦，嗦咪瑞瑞瑞哆瑞，想着迄一天，心肝头就袂轻松，心肝头。心肝头，心肝的前面要停半拍哦。来，想着迄一天，心肝头就袂轻松。搁一摆，想着迄一天，心肝头就袂轻松。咪瑞哆啦，瑞咪瑞嗦瑞咪，对你的爱。要停半拍才对立啊，对立是后半拍，悠完也是前半拍要休息。来，咪瑞哆啦，瑞咪瑞嗦瑞咪，这个遐呢当呢，它有咪转音要带进来哈，这个小小的转音呢，我们在唱歌谱的时候，嗦瑞咪不用唱这个咪，但是唱歌词遐呢当要把它咪带进来，来对立。对你的爱有缘，缘也是一样，哆瑞有缘，缘遐呢当，这个小小的转音都要带进来，来对你的爱有缘遐呢当，瑞咪瑞瑞，咪嗦咪咪。瑞咪哆啦，瑞咪瑞瑞，咪嗦咪咪，瑞咪哆啦。来，前短后长这个切分音呢，前面只有1/4，后面有3/4啊。瑞咪瑞咪瑞咪，请要注意来，瑞咪瑞瑞，咪嗦咪咪，瑞咪瑞瑞，咪嗦咪咪。缘分来，缘分怎样？缘分怎样？瑞咪哆啦，来去人，来去人，来缘分怎样？来去人。好，来想着迄一天，想着迄一天，来1、2、3、4，想着迄一天，心肝头就袂轻松。对你的爱有缘遐呢重，缘分怎样来去人？哆哆哆啦，咪咪瑞咪瑞瑞发咪，哆哆哆啦，咪瑞咪瑞发瑞咪瑞瑞，
哆啦咪，这个上爱煞，这也是一个切分音哈，两头短中间长的切分音，哆啦咪瑞发咪，来。明明相爱，却总是相闪。明明相爱，却总是相闪。闪是一个闭口音啊，请要注意要闭口。来，缘分怎样来去人？三字。明明相爱，却总是相闪。你是我。再来，我们就要唱副歌了哈。来，咪拉西哆西哆，咪拉西哆西哆，你是我上爱迄个人。人有一个转音，西哆西哆。哆西哆，哎，这个人要带进来。你是我上爱迄个人，哆西啦啦咪嗦，哆西啦啦咪嗦。你帮我啊，跟前面的这个短音，这个四连音一样呢。第一个音要放，要休息哈。哆西啦啦咪嗦，你帮我点情海中迷茫，你帮我点情海中迷茫。来，你是我。你是我上爱迄个人，你帮我点情海中迷茫。啦嗦啦嗦发咪瑞咪。啦嗦啦发咪瑞咪。你我的心愿放。你煞讲我已经有别人啊，你煞讲也是一样哈，发的前面这个哆啊，请要休息，要记得哈。啦嗦发咪瑞咪，我的心愿放，你煞讲你已经有别人。我的心愿放，你煞讲你已经有别人。好，再来呢，又要休息半拍呢。你是我上爱迄个人，过一摆来，好来，我们从我的心，然后来接你是我来。我的心愿放，你煞讲你已经有别人，你是我上爱迄个人。就是这样子哈，这里要停半拍哈。你是我的头前呢，跟第一次啊副歌的第一遍一样，要停半拍哈。来，一样，我们从我的心来。我的心愿放，你煞讲你已经有别人，你是我上爱迄个人。咪瑞哆咪哆，咪瑞哆咪。这个甘这个咪是低音的哦，咪不是咪哆啊，这个请要注意哦，这是个低音的咪哦。咪瑞哆咪哆，咪瑞哆咪哆。来，我们看歌词。你过了无好，我会不甘；你过了无好，我会不甘。这个我会不甘呢？我们这样的三连音，我们前面也唱了哈。在哪里呢？哈，底下我找一下哈。底下相爱明明相爱煞，这是一个两头短中间长的切分音哈。我会不甘，这就是这两个呢，要近一点，那中间呢拉长一点点，然后再咪。你过了无好，我会不甘，我会不甘，我会不甘。弄清楚了吗？就是这样哈。来，你过了来。你过了无好，我会不甘。啦是哆西，啦咪瑞哆，啦是哆西，啦咪瑞哆。当初你的手，那莫放，当初你的手，那莫放，当初你的手，那莫放。手的半拍。
手半拍啊，然后又延长3/4拍哈，这个后面的1/4拍，那卖绑。那卖绑，所以这个很短，这个若莫放这个那啊，这个真对哦哈。来，你过了，你过了无好我的不甘，当初你的手那卖放，就唔免搁等。就唔免哦，4连音的第一个音要休息。啦啦咪咪瑞瑞，啦啦咪咪瑞瑞，啦啦咪咪瑞瑞，2、3。瑞咪瑞嗦啦，啦啦咪咪瑞瑞，瑞咪瑞嗦啦。当初你的手若卖放，就唔免搁等后世人。来，当初你的手来，1、2、3。当初你的手若卖放，就唔免搁等后世人。好，在这里呢，1、2、3、4， 1、2、3、4来唱完之后呢，我们要间奏3小节，然后反复从哪里呢？又从最前面来唱哈。好，这是第一遍啊。第一遍呢哈，这个后世人间奏3小节，然后反复啊，从唱第二遍。第二遍呢哈，又唱到的后世人啊，然后这里间奏3小节就不要了哈。我们跳到后面间奏2小节，然后呢，1、2，你咪达西。你是我最爱迄个人。那这里表示什么呢？第一遍的时候呢，后世人间奏3小节，从头反复又唱啊，唱到呢唔免搁等后世人啊，然后间奏2小节啊，然后又1、2，你是我。为什么前面间奏3小节，后面间奏2小节呢？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一开始呢，第一拍分开几落工，从哪里开始？从第一拍开始哦，所以这里间奏3小节。可是利息瓜呢？利息瓜是第2拍、第3拍的后半拍开始，所以他没有休息3拍，休息2拍，然后来1、2。你是我上爱迄个人。安尼毋才接会到吼。伊若要休息3小节，头前这空拍要安怎，都无法度啊吼。所以第二遍呢要休息2小节，然后1、2。好，然后再来你是我上爱迄个人，搁唱到倒呢，唱歌就毋免搁等后世人2、3。好，然后 FINE 就结束了哈。所以这首歌呢，我们总共要唱2遍半。OK， 第一遍我们唱完了，来，我们从头再来唱后面的第2遍和第3遍，来分开来。分开几路东，你的物件拢无振动，这是我用来对你的思念。遐尼长的时间，我犹原坚持一个人，所有的困难我甲你承担。想着迄一天，心肝头就袂轻松，对你的爱犹原遐尼重，缘分怎样来形容？明明相爱，却总是相闪。你是我上爱迄个人，你放我踮情海中迷茫，你我的心不愿放，你却讲你已经有别人。你是我上爱迄个人，你过了无予我的不甘。当初你的手若卖放，就毋免搁等后世人。1、2、3、4、2、
2、3、4、1、2。你是我上爱迄个人，你帮我踮情海中迷茫，我的心不愿放。你煞讲你已经有别人，你是我上爱迄个人，你过了无予我的不甘，当初你的手若莫放，就毋免搁等。后世人停。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郭宗佑自己作词作曲自己本人演唱的《上爱迄个人》上爱迄个人，这是8点档民视8点档黄金岁月的最新片头曲。来，咱先来去网络听一下这个郭宗佑先生的《上爱迄个人》，再回来练习唱这首歌呢就更有 feel。好，今天这首《上爱迄个人》就给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